大家好，歡迎收睇同路點評，每日精選焦點新聞，帶你快速掌握澳洲、香港、中國同國際最新動向。記得訂閱埋同聲同路人，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更新㗎喇。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將會喺星期二會見澳洲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馬爾斯，討論澳洲採購日本護衛艦以及加強安全合作。係兩國自阿爾巴尼斯對高市早苗贈送嘅默瓜發言言論引發爭議以嚟嘅活動。面對嚟自反對黨同媒體嘅批評，阿爾巴尼斯堅持認為手勢同言論被誤解。日本政府直到星期三先對默瓜門言論發表公開評論，表明希望避免引發外交事件。相比起總理無心嘅言論，澳日兩國護衛艦採購同防務安全合作顯然重要得多。據新指導方針，數據中心建設者必須符合環境同效率標準，並為額外嘅水資源同能源供應提供資金，承諾進行技能培訓同支持就業。新州政府作為回報，會喺75日內審查佢哋嘅申請。財政部長表示，政府已經研究呢個框架1年幾，從而為澳洲納稅人節省費用。但學生同社會組織者認為，社區應該獲得諮詢，並更深入了解生活喺呢啲數據中心隔離嘅影響，呼籲暫緩興建新嘅 AI 數據中心。一位名為 Marcus 嘅前澳洲安全情報組織 ASIO 特工聲稱，喺舊年12月發生邦迪恐怖襲擊前，曾經發出有關槍手嘅警告。並表示澳洲人有權知道事件原因。Marcus 曾經喺西雪梨滲透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多年，擔任 ASIO 嘅有償情報員。佢聲稱襲擊發生幾年前就向 ASIO 警告過 Arkams 父子嘅情況，但機構忽視咗佢嘅擔憂。佢嘅身份最終暴露，並同 ASIO 破裂。佢正尋求返回澳洲，親自向邦迪皇家調查委員會提供證詞。政府消息人士指出，皇家調查委員會並未正式傳喚 Marcus 作詞。但佢哋有興趣聽取佢嘅證詞，表示佢可以透過遠端方式安全咁進行聽證。喺社交媒體貼文呼籲進行另一次大規模越境後，摩洛哥警方逮捕咗好多試圖進入西班牙位於北非領地優達嘅移民。西班牙內政部長表示，違規進入嘅移民將唔會被允許留喺該領地，前往西班牙本土或者取得合法身份，極少數案例除外。馬德里設置咗海上屏障，並從西班牙本土增派咗警察。埃菲通訊社同西班牙國家電視台表示，摩洛哥內政部下令其記者立即離開賓尼迪克，但未提供任何解釋。壓制性手段無法遏止難民冒死前往歐洲嘅浪潮，單憑增加警察數量同強制遣返，無法從根本解決跨境移民嘅危機。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下令國防部縮減原計劃同南韓進行嘅聯合軍事演習，理由係南韓拒絕協助伊朗無核化，並提及佢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嘅良好關係。呢項演習旨在提升應對北韓威脅嘅備戰能力。特朗普喺社交媒體表示，演習費用昂貴，並補充最近南韓總統李在明拒絕加入美國令伊朗無核化努力嘅要求。特朗普之前都曾經出人意料地話，軍事演習具挑釁性。另外，北韓喺聯合訓練發生前重啟聯合國禁止嘅彈道飛彈試射活動。專家表示，佢可能認為擁有更大嘅武器庫將令美國讓步。多謝大家收睇同路點評。每日快速掌握澳洲視覺、世界焦點，記得訂閱啦！我哋下次再見。